代替公司化条例已经送到立法院啊，不过代替企业工会批评讲，这草案无经过工会同意就送出去，而且草案内面是要摕大地土地甲资产来做抵押这部的。不过这个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代替改革已经无法度再等落去了，也无法度等每一个人拢同意才来做。 中央甲代替工会对代替公司化条例看法冲突，立法院交通委员会24召开公听会，工会不满公司化条例无经过工会沟通，而且中央甲代替的土地甲资产提去抵押债务。公司化条例版本中呢，完全看不到安全2个字，完全缠绕在整个资产以及土地的处理方式，已经脱离了社会大众对台铁改革的安全改革的整个期盼。好，也许公司化之后。 短暂清零，但是台铁的核心问题没有改，安全的架构没有改的情况下，台铁一样每年持续会在负债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安全是代替改革上大的目标。针对草案无得到工会全体同意，就送到立法院，是因为会开伤济时间，改革已经无法过个单台。民众的期待没办法在这时候再等你10年、20年。公务预算，那公务预算它有举债的上限啊，那1400多亿现在就移到交通部来。 那我们开始要来偿还嘛？那因为它是一个偿债基金，我必须有一些这个偿债的收入，所以我们才显说有一个自主的一个资产。各方拢认为代替现行架构无够灵活，但是代替产业工会嘛指出，唔那公司化代替的官僚文化、员工的台股等等拢需要处理，唔望会使伫即摆做回来改革。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。